粉筆，哇，答得好啱啊！呢支木頭嚟啊，大哥。呢一嚿嘢咧叫米松繩，嗱死咗噶啦嚇！呢個阿贊，呢個咧叫阿贊活響帕特農泰國南部非常極之出名嘅一個阿贊。而佢生前咧唔中意打廣告，唔中意賣報紙，唔中意接受人採訪。佢所有嘅聖物咧，之前有賣過。呢一支咧叫接觸日光。即係呢嚿木嘅名，佢如果冇刻成白蠟羯咧，叫米重繩，即係接觸日頭光芒嘅白蠟羯。當時咧，即係佢啲法術咧，喺泰國南部異性緣人員咧，佢算係第一線㗎啦。佢可以令到啲，即係佢可以坐響一張凳度。如果有個寡婦同佢坐埋同一張凳，佢只需要念經咧。個寡婦會想發生關係，即係無端端會有想過一個 feeling，但唔記得咗泰文叫做咩名啦。曾經有一場百幾人嘅，即係佢哋叫2450年嘅時候有法術比賽，南部有一場法術比賽咧，我諗係應該25大概40年到啦。所有南部勁嘅阿贊咧，全部喺嗰度，但係全部都係神尼科嘅，即係全部都係異性緣科嘅。呢個阿贊咧，即係阿贊活咧，佢將啲油，即係將佢自己嘅油咧，搽落去呢啲米度，即係小麥啦，係啦，佢搽落去啲小麥度，有經過嘅女人或者異性冇接觸到夠呢一個小麥嘅，會主動走埋去同呢一個阿贊傾偈，即係想認識佢。想同佢傾偈，而當佢60至到70歲嘅時候咧，都依然仲有啲20-30歲嘅女士咧，係想去認識佢同埋去揾佢嘅。咦？阿展立，親愛嘅展立，呢一個係南部裏邊其中之一個。白羅馬贊異性緣科裏邊好犀利嘅白羅馬贊嚟㗎，佢做嗰啲白蠟羯咧唔多嘅，每一次可能幾廿支咁樣。呢支咧係米重繩，上次咧有一個留咗，跟住之後咧就冇要到，俾雷劈過㗎嚇。等陣先啊！你係指個人啊？咩啊？唔係，我係指碌木。個人唔知有冇俾雷劈過啦？先啦，跟住上邊咧寫咗近客呢客納摩พุทธ一，又寫咗納摩พุทธ一，同埋近客呢客，佢哋叫火祭進或者叫火祭白蠟羯，即係白蠟羯嘅心臟啦。呢一個款咧做咗30支左右嘅啫，即係淨係做俾啲徒弟咁貨咩異性緣啊？邊個同我買咗？阿余星同我買咗。應該都講得啦，佢老婆都唔識聽中文嘅。佢話戴完支白蠟羯咧，生意冇特別好到㗎嚇。嗱，大家聽清楚，佢戴呢支嘢咧，生意並冇特別好到。不過成間鋪裏邊，即係嗰5日、7日、10日裏邊嚟買嘢嘅人咧，全部都係女人嚟嘅。而唯一一個男人客咧，佢都係幫個女人去嚟到佢間鋪頭度買嘢。轉頭點解？我唔退㗎，大人嚟㗎啦，好冇？買咗就唔退㗎啦。而呢支白蠟羯咧，即係自問，我覺得佢個樣咧唔特別得意嘅，即係唔特別靚，或者即係佢就咁一碌木。但係響我擺出嚟2-3個禮拜咧，我諗有4-5個人同我講話佢要。而家今日咧有呢一隻木，呢隻咧。係米重繩，我想要翻5000泰幣，不過得一支啫。同埋我有呢度有最後。佢咩係咪仲要？得好多女嘅。係咩？豬女？豬女？寵女。呢一支咧叫米銼，嗱個刻法唔同嘅下邊。
即係個雕刻嘅手法唔同㗎，亦都係唔同嘅木嚟嘅，都係俾雷劈過嘅。米york咧係泰國，我唔知你哋有冇買過啲招財筒咧，一定有9支木枝捆埋一齊嘅，或者佢哋叫坤巴米，即係你新屋入伙嘅時候咧，會放9種木頭響間屋嘅中間嘅木梁嘅中間嗰度。呢一隻咧叫米york就即係話你會不停咁樣向上爬你嘅人生，你嘅生活。呢一隻咧叫米york，做得多過米沖繩嘅，不過我呢度都係得唔多支啫，只有這麼多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想要3000泰幣一支啫。如果係米york的話，米沖繩咧想要返5000泰幣，邊個要嘅直接加入啦。半青哥加1，剩低6支。半青我有嘢揾你㗎，不過 WhatsApp 先同你傾啦。Wallace 量5000加1，黃純3000加2，買啊！包冇老點700零蚊，戴在下半身下方。B-man 3000加1。仲有最後4支，冇老點啊！真心唔老點，幾百蚊嘢，但係有用嘅。1支佛語，1支 Wilson Wong， 仲有3支。有冇食字啊 ？B-man 嗰支啦。B-man 唔知邊個要咗2支，黃純要2支。冇錯啦。跟住 B-man 咪呢支咯，係嘛？仲爭1支，好啦，仲有最後2支。佛語1支。跟住LING 完。好啦 Kevin Mo 再一次恭喜你。